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的人惯势穿鞋啊，拢会穿袜啊；有的人无爱穿袜啊，感觉讲看起来较涩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袜啊，这字袜，伊的本调是第八调。袜就是穿入骹，会当互骹感觉较烧热，或者是装塔较水，或者是互骹较舒适的生活用品。一般拢是用棉、用毛、用丝，或者是纤维做的。袜来讲，咱讲是袜暗；若下骹迄沿，咱讲是袜唇。另外，古早要穿袜之前，会特别用一块布包骹，安尼较好穿。咱讲是袜布，天然或者是尼龙丝做的袜仔，咱讲是丝仔袜。苹果穿的袜仔，咱讲是军袜、平仔袜。这个文音读做袜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穿鞋吊袜，字面的意思是讲甲鞋仔甲袜仔穿好好势，穿好整齐，代表讲做代志足斟酌、足慎重、足细腻、足小心。第二个词读做鞋袜吊骹，这是因为古早生活较歹过，有鞋仔通穿就已经足无简单啊。会当穿袜的人，代表讲是生活水准较悬的人。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讲骹穿鞋仔、穿袜仔，混看来讲就是较好生活的人，唔是咱一般的劳动者，嘛会当讲是做一件代志足注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普通时是一个足随意的人，即届为了要去引头路，特别鞋袜吊骹，穿鞋吊袜，会当看得出来讲，这一届有偌尼啊要义这个工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袜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袜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